国造的畅水艦有这16级别风波，前海军顾问郭曙，也有这国民党立委马文君，拢互列外犯罪被告。高检署昨日有传郭曙问话了后，今仔下晡也传马文君来说明。马文君强调，家己无涉入机密，认为家己是行使立委的职权，说互人抹黑。下架马文君。 拒绝共产党！台湾国也票据化口号表达诉求，要求高检署随收押马文君。占南国做涉密的问题，高检署26团前海军顾问结束了后，17下晡以被告身份传马文君到庭说明。马文君坚决否认涉密，认为占南国做的这个案件弊端真多，希望司法单位能彻查清楚。 爆料的音档里面可以看得出来，里面有非常多的弊端，甚至会危害到我们的国家跟人民，甚至浪费我们的纳税钱。所以就这个部分，我们也希望透过司法单位可以彻查清楚，如果有弊案，也要把它揭发出来。我也相信司法会还我清白。马文君强调，家己只是行使立委监督国政的职权，就是互抹黑、正做外犯，相信司法会行清白。 计数是讲16做24页的笔录，继续讲马文君涉密3000个机密档案和外国。有这样的出卖台湾的立法委员，那我们台湾还要什么国防啊？所有的资料都可以往外送了，对不对？今天他可以送到韩国国情院，你能不预想说他可能已经把资料送给了国台办？对此，马文君是回应，唔知影计数的讲法来源，要求计数对相关的讲法要提出证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